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僑社聚焦。今日華仔帶大家嚟到紐約曼哈頓華埠，直擊一年一度備受社區關注嘅盛事——第43屆紐約五分局警民同樂日。呢項活動至今已經連續舉辦咗43屆，係華埠一年一度嘅大型社區活動，更加係警方同居民加強溝通、增進互信嘅重要橋樑。今日現場除咗有精彩嘅文藝表演、豐富嘅互動遊戲、美食攤位同禮品派發之外，仲設有多個政府部門同社區機構嘅服務攤位，為居民提供各類便民資訊同服務，吸引咗大批社區居民一家大細前嚟參與。現場氣氛十分熱鬧，可以講係人山人海、萬人空巷、盛況空前。8月4號星期二下晝3點鐘，第43屆紐約五分局警民同樂日喺紐約曼哈頓唐人街、迪威臣街、孔子大廈附近隆重舉行。今年適逢美國建國250週年，活動喺美國華裔退伍軍人會嘅儀仗隊莊嚴肅穆儀式表演中正式拉開序幕，隨後舉行剪彩儀式，為今屆警民同樂日揭開精彩序章。本次活動係由紐約市警察局五分局與紐約中華總商會聯合主辦，吸引眾多社區居民、僑團代表、州市級民選官員同政府職能部門負責人以及社會各界人士踴躍參與。今年活動以警民同心、活力華埠為主題，現場氣氛熱烈，充分展現出警民同心、攜手建設安全社區嘅良好精神風貌。當日紐約警察局五分局局長林偉斌親自頒發獎狀給各參與此次盛大活動嘅團體及商戶，以表謝意。中華總商會董事長梅洛生、中華總商會會長李國威等主辦單位及現場嘉賓喺致辭中亦紛紛表示感謝社會各界一直以來嘅支持，未來將繼續攜手合作，共同推動華埠社區發展，打造一個更加安全、宜居、繁榮嘅社區。值得一提嘅係，蘇維斯副市長代表市長親臨現場出席活動，並發表致辭同頒發嘉獎狀。致辭結束之後，仲親自走到現場嘅攤位，同居民同社區人士親切交流。今日活動現場人頭湧動，現場氣氛非常熱鬧。舞台上多位歌手同文藝團體輪番登場，歌舞表演一個接一個，為現場觀眾帶嚟豐富精彩嘅文娛節目。而台下同樣熱鬧，尤其受到小朋友歡迎嘅大型兒童遊樂設施、趣味畫臉譜、特色打卡拍照區，加上多款驚喜抽獎禮品，吸引咗唔少家庭一齊參與。現場亦有多個政府機構、醫療機構以及法律專業人士，為社區居民提供即時諮詢同宣傳服務，帶嚟實用嘅資訊同幫助。另外，大會仲準備咗超過1000份漢堡、熱狗等熱辣辣嘅美食，並免費派發蔬菜、
消暑西瓜、雪糕、棉花糖同書包等禮物，有唔同商戶熱心捐出，同大家一齊分享。各個攤位前面都排起人龍，現場充滿熱鬧、歡樂又溫馨嘅社區氣氛。晚上7點半鐘，活動現場依然充滿歡聲笑語，無論係台上精彩紛呈嘅表演，定係台下居民之間熱絡嘅交流互動，都充分展現出華埠社區團結同和諧嘅一面。一年一度嘅警民同樂日，唔單止為社區居民帶嚟歡樂，更加拉近咗警方同市民之間嘅距離，促進大家互相溝通、互相了解。最後，我哋亦都要多謝紐約市警察局第5分局、紐約中華總商會以及所有參與同支持今次活動嘅社區人士、義工同各界朋友。正正因為有大家嘅共同努力，呢項屬於華埠社區嘅傳統活動先可以一年接一年延續落去。喺節目最後，特別鳴謝紐約中華總商會對今次視頻製作嘅大力支持。呢度係僑社聚焦，我係唐人街華仔，多謝大家嘅收睇同關注，我哋下一集再見。